皇额娘，果真敢不签名，那也是仗着皇上的宠爱。依臣妾看，皇上的宠爱定会害了果真。皇后，为何今天你们几位妃子都来了，果真没来？臣妾回皇上的话，果真拒不签名，还敢当众顶撞臣妾。臣妾动用中宫监表，令众妃每人赏了他2个耳光。果真的脸受了点小伤，臣妾便让他回去了。皇后令人每人打果真2个耳光。额娘不是告诉过你，果真是皇帝最宠爱的妃子，你不可以同她计较的吗？皇额娘的意思臣妾明白，臣妾也没与她计较，因此也是给予了最轻的惩罚。最轻的惩罚，每个人打2记耳光，加起来就是26个耳光，这还算最轻的惩罚？皇上，德妃同情果真，并未动手，而臣妾贵为皇后，也未亲自动手，因此，果真挨的耳光，没有皇上说的那么多。索尔娜，原来是因为你贵为皇后，所以你不屑亲自掌她的耳光，是吗？主子脸肿得好厉害呀，这么红，要不要上点药啊？您疼吗？一会儿这就叫冯太医给您瞧瞧。不用了，就这么点小伤，请什么太医啊？休息一下，睡一觉就没事了。啊，那主子快到床上躺好，一会儿这就拿药给您敷上。哎，云儿，你不要去拿那种消肿化瘀的药，去拿敷了之后脸更肿的药来。主子这是何意啊？主子的意思是要让这顿打，这场屈辱得到最大的回报。皇上得报以后一定会来看我，我要让皇上知道，咱们的皇后娘娘，她是何种心肠。是，玉儿明白了。德妃，你为何敢抗皇后的旨意，没有动手掌静妃耳光？臣妾回皇上的话，皇后娘娘惩罚静妃，除了静妃未签名，更是因为静妃亲近董小宛。臣妾并无静妃那般勇气，但心里是同情佩服静妃的，因此臣妾实在下不了手，只好自己打了自己5记耳光，以平皇后娘娘及众嫔妃贵人之怒。好啊，看来朕身边的这些女人当中，还是德妃、静妃2人最为懂朕。还有，你们2人都是勇敢之人。皇上，这是在指责臣妾吗？臣妾可是管理后宫，替皇额娘分忧啊。索尔娜，你坐下来吧。皇帝说这番话，是冲着哀家来的。德妃，哀家也问你一句，既然你同情果真和董小宛，还像皇帝所说是一个勇敢的人，为何又要签名支持不给董小宛名分？皇额娘，臣妾哪里是什么勇敢的人？臣妾为听从皇后娘娘旨意打静妃，心里也是紧张害怕至极。臣妾同意签名，是因为臣妾认为皇后娘娘的担心不无道理。
董小宛的事还需从长计议。好，你可以坐下了。臣妾谢过皇额娘。皇帝，哀家也认为皇后他们的奏议很有道理。皇帝不该想想这里的含义吗？好，皇娘，儿子答应你，儿子一定会慎重考虑这件事情，一定不让皇娘生气。好，有皇帝的这句话，额娘就放心了。皇后同众位嫔妃，还不快为皇帝这句圣旨谢恩？臣妾叩谢皇上。皇娘，儿子现在要去看果真了。臣妾恭送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娘。皇上，臣妾已经没事了。都打成这样了，能没事吗？这个苏尔纳，朕刚刚恢复了他的中宫监表，他就如此凶狠，真是本性难改。皇上，皇上真的不用为臣妾这点小伤挂怀。今日童姐姐还站出来帮臣妾说话，臣妾真是甚为感动。童姐姐她真是个好人。德妃的表现，的确是让朕颇为感动。朕相信，德妃以后会与你一样，成为小婉的好姐妹。臣妾也是这么觉得。臣妾今日得到皇后娘娘的言责，臣妾往后便豁出去了。臣妾明日就看董姐姐去。果真，朕会记住你的勇敢和纯真，你的好，你的善良，让朕看到了苏尔纳很坏很坏。如果他还是一味的嚣张跋扈，便怪不了朕了。皇上还在想背后的事吗？其实皇上真的不用再为这些小事而愤怒。皇后娘娘，她今日这么做，也许有她的道理。她也是为了后宫的安宁啊。你总是以德报怨呢，这点倒是和你的小婉姐姐颇为相似。臣妾和董姐姐像吗？对呀。皇上这句话真是对臣妾最大的嘉奖了。哎，姐姐，今儿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！妹妹坐。谢姐姐。哎，今儿皇后啊，真是威风，提了3个月的中宫监表，她这口恶气终于发出来了。本宫就希望他继续发，再多发几次，那他就彻底完蛋了。那个贱人果真是勇气可嘉，敢跟皇后对着干。小小的果真弄出个大热闹，今儿看着真是让人觉得过瘾至极呀。贤妃妹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小贱人就仗着皇上宠爱，愣头愣脑的跳出来，他是帮了本宫一个大忙。本宫就希望他继续跳，再多跳几回，跳到皇上火冒万丈，大发龙威，那就加速了索尔纳的消亡。这个贱人果真糊里糊涂的，还帮了姐姐一个大忙。我觉得这是天意，要让姐姐早日上位呀。妹妹喝茶。
皇上，您还想着董主子呢？走吧，去！给太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太后娘娘，董小宛提出搬到宫外居住。可是董小宛自己说的。董小宛留给皇上的信，写她自愿出宫的。有了这封信，皇帝那边就好交代了。刘光才，奴才在。待会儿你亲自护送董小宛出宫，你再将皇后和其他嫔妃都叫来。对了，让董小宛一起过来。这。小婉参见太后娘娘。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董小宛，你同意住到宫外去是真心的吗？哀家想知道。是，小婉是真心想出宫。皇帝很快就会回来，可能呢会一下子难以接受，觉得伤了龙尊，也有可能会立刻接你回南苑。这个你要劝住皇帝。太后娘娘放心，小婉会劝住皇上的。刘光才会亲自送你去。静妃与你姐妹情深，哀家就让静妃陪你一道过去。臣妾多谢皇额娘。小婉多谢太后娘娘。皇额娘，臣妾也想去看看董小宛的新居，不知是否合适？哟，还真有敢凑热闹的，要不要敲锣打鼓送这位江南歌女呀？德妃想去，看来董小宛的人缘很不错呀。好，反正哀家都要发出宫腰牌了，那么哀家就多发一张。臣妾多谢皇额娘。小婉多谢太后娘娘。小婉多谢德妃娘娘。刘光才，奴才在。在南苑服侍董小宛的人，一个不少都要跟着。你们可以出发了。这。是。姐姐为了后宫安宁，不得已出宫。妹妹真是好感动。果真妹妹和德妃娘娘，才是让小婉感动。你们才让奴才更感动啊！今天我是第一次去慈宁宫，可是却不是去请安，而是去向太后娘娘告别。董姐姐，妹妹盼你早日回宫。董妹妹，委屈你了。姐姐会常去看你。好姐姐，好妹妹。主子们，这边。
姐姐，这里真好，比南院好多了。这是领了太后娘娘的旨意，特意为董主子挑选的宅子，这里离皇宫很近。这还真是个好地方，小婉多谢刘公公，也请刘公公替我转禀太后娘娘。小婉多谢太后娘娘赐宅。这，姐姐，咱们今天啊，可真是沾了姐姐的光，能够出宫溜达一圈。平日里我们要是想出趟宫门，那都是很难的事情。是啊，后宫规矩森严，我们1年都出不了2次宫的。都道是皇妃尊贵风光，其实是与世隔绝，少了许多乐趣。既然德妃娘娘还有果真妹妹都喜欢出宫走动，那以后你们俩一定要多出宫来看看小婉呢。姐姐可是说笑话呢，姐姐怎可常住这里？皇上不会同意的。妹妹们以后哪里还有机会再来看姐姐呢？这样一个风光优美、景色宜人的好地方，小婉若是能在这里常住就好了。索尔纳，额娘如今同你说的，是要你好好改改跋扈的性子。如果你改不了这个毛病，你以后真的会出事的。你别以为额娘能一直保住你。若你给了皇帝充足的理由将你废后，额娘想拦都拦不住。你明白吗？皇额娘，臣妾明白了，臣妾定会改过。臣妾的一切都是皇额娘给的，臣妾很想为皇额娘分忧解愁，那董小婉进宫终归麻烦，臣妾很是担心。你呀，能替皇额娘想到这一层，总不枉额娘疼你一场。但凡事你要多用心，她是皇帝心头挚爱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你既要保护好自己，也要展示皇后的威仪。是，臣妾明白皇额娘的意思。皇帝就快回来了，希望那个董小婉能说服皇帝，让他久居在宫外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哼，看来皇额娘真是铁了心，她真是过分。这才离宫2日，她未把你逐出来。皇上，小婉真的是自己愿意出宫的。小婉是觉得出宫处是好事，太后娘娘满意，那些王公大臣们也不好再说什么，皇上可以安心打理朝政了。小婉，你此话不妥。你是朕爱的女人，你不能和朕一起住在宫里，那朕这个皇帝不就是有名无实吗？小婉深爱皇上，怎么忍心给皇上添乱呢？有时候小婉做出必要的忍让，能让皇上、太后娘娘还有那些议政大臣们和睦相处，这也是好事啊。小婉，朕只是不想让你受一点点的委屈。如果皇额娘她能像你这么想，那就好了。皇上、太后娘娘所思所想的，其实都在皇上身上。小婉知道，太后娘娘是很关爱皇上的。小婉，你为什么每次都那么善解人意？你总是在以德报怨。朕的皇额娘，如果能多了解你一点，那就好了。皇上，皇上别为后宫的事烦心了。再说，小婉出宫，我们在宫外做一对柴米夫妻，多好啊！所以皇上消消气吧，一路累了，坐下歇会儿。你倒想得挺开的。
朕还没消气呢。歇会儿吧。王爷，前面就要到京城了。北京城啊，北京城，本王已经15年没跟你照面了。是啊，这15年王爷南征北战，建功无数，北京城能有15年的安宁，王爷功不可没呀。功高震主啊！不知道朝廷会如何对待王爷呀？坐住啊！王爷，传令下去，让队伍停下。停！王爷，为何让队伍停下？本王只带50名侍卫进城，其他人就留在这里吧。哦，王爷，我们只能送王爷到此，这是朝廷的规矩。在云南贵州，咱是王爷，这北京城岂能容下我的1000铁骑？不要忘了，在天子脚下，就得低下头。万岁爷，吴三桂带了50名亲兵进城，其他的人被吴三桂留在了城外。好，刘光才，吴三桂在城外的兵马，他们的饮食、住宿、日常消遣，你要多加关照，这是朕的恩赏，明白吗？奴才遵旨。奴才定让他们知道万岁爷的恩泽，永世难忘。对了，吴三桂的住处你安顿好了吗？奴才按照万岁爷的旨意，把吴三桂安排在了宫外不远处的一座大宅子里，进出宫禁都十分的方便。万岁爷，吴三桂已经递交了进宫的牒片，等候万岁爷的召见。这样吧，你去吴府传朕的口谕，就说平西王长途奔波，今日便不必进宫了。明日让他去慈宁宫，朕和皇后娘一同见他。你再跟平西王说，他这次进宫可以带上他的夫人和他的儿子。皇上，不是应该在乾清宫接见吴三桂吗？为什么要在慈宁宫呢？朕和皇后娘在慈宁宫见他，这是给了吴三桂天大的面子。姐姐，你怎么不开心啊？虽然是搬到了宫外，但是皇上还是一样惦记姐姐啊。那些太监和宫女们也都不敢怠慢。其实照我说呀，姐姐既然得了皇上的万千宠爱于一身，又不用被困在宫中，姐姐，这可是宫中嫔妃们羡慕不来的事儿呢。扣扣，姐姐图的可不是这个。姐姐爱上的是江南时的黄公子，是只属于姐姐的黄公子，是跟姐姐两情相悦的黄公子，哪是这个后宫3000佳丽都眼巴巴盼望着雨露均沾的皇上。可是这黄公子跟皇上不是一个人吗？黄公子回到了皇宫，变成了皇上，还是一样的疼爱姐姐啊。这皇宫或许对别人来说是荣华富贵，对姐姐来说却是遥遥无期的痛苦。你说姐姐才进宫多久，便掀起了这么大的风浪？你和我都挨毒打受罚不说，还连累了果真妹妹，皇上更是夹在中间为难。扣扣啊，只要姐姐还在皇上身边一天，这种痛苦，这种担惊受怕便不会停止。可姐姐
不过是想留在心爱的人身边罢了，怎么会这么难呢？姐姐，好歹皇上还是心疼着姐姐的，你一定要往宽里想，莫要想偏了才好。是啊，要不是皇上疼着姐姐，姐姐怎么会留在他身边？姐姐不是也想过要逃跑吗？可是，一想到要离开皇上，姐姐心里舍不得。扣扣，姐姐心里实在是纠结。姐姐，你离不开皇上，皇上也离不开姐姐，你一定要耐心等待，皇上一定会想办法，他一定会想到办法的。再说，姐姐不是孤军作战啊，姐姐还有扣扣，扣扣啊，一定会永远陪在姐姐身边的。姐姐还有你，还有果真妹妹、童姐姐，这往后的日子会好起来吧？会的。小婉，朕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明日，吴三桂就要带着陈圆圆进宫了。陈圆圆进京了？待朕与他们谈完正事之后，就把她安排到这里来跟你见面。哎，那小婉多谢皇上。小婉明日一定要和陈圆圆畅叙一番。臣吴三桂叩见皇上，叩见太后娘娘。臣妾陈圆圆叩见皇上，叩见太后娘娘。臣子吴应熊叩见皇上，叩见太后娘娘。平西王，起来吧，你们都起来吧。谢皇上，谢太后娘娘。哎，您慢走啊，喜欢吗？挺喜欢的。客官，您买什么布料啊？宋堂主，总舵主在里面。吴三桂啊，你可是难得进京一次。如果哀家没记错的话，你已经15个年头没进京了。啊，太后娘娘圣明，臣吴三桂确实有15个年头没有进京了。15年前，臣领皇上和摄政王的令，出兵江南，扫荡明朝余寇，而后转战陕甘、青海等地。近几年又转战云贵两省，戎马孔总，竟是没有机会进京觐见皇上和太后娘娘。平西王，朕之前年纪尚小，又从未见着你，这不，朕一直跟皇额娘说要见见平西王。今日一见，平西王果然是英雄虎胆，气宇轩昂，难怪你连年都能打胜仗呢。皇上过奖，折煞老臣了。老臣只不过是尽了绵薄之力，替皇上和太后娘娘分忧而已。太后娘娘，三桂有句大胆的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你是大功臣，有什么话尽管说，皇帝和哀家都不会怪你。臣一直以来从没有见过皇上的天颜，今日见到皇上如此英明神武，天生地相，臣真是欣喜若狂啊！这是我大清昌盛永固的保证，是天下苍生之鸿福啊！大清的昌盛永固，都离不开你们忠臣能臣的帮衬呐。总舵主，今儿一早，吴三桂带着陈圆圆和儿子吴应熊进宫去了。知道了。
我已经得到刘公公从宫里传出的情报了。清廷的几位重臣想借机剪除吴三桂。奏议虽然被顺治给否定了，但吴三桂的处境险恶，可见一斑呐。曾督主，属下觉得吴三桂他对我们毫无诚意，他只是在敷衍我们。要对付吴三桂，我们必须出奇招。我早有完美计划。不过哀家听人说，你吴三桂不愿意进京，是因为怕功高震主，来了就回不去了，所以不想进京，是吗？太后娘娘，臣吴三桂绝无此心呐！若有此心，臣何以带着贱内和犬子进京？若有此心，臣甘愿遭天打雷劈。哀家也不信这些谗言，哀家自然相信平西王对皇帝、对朝廷的忠诚。是，朕也不相信这些谗言。平西王，起来吧。啊，谢皇上，谢太后娘娘。皇上，太后娘娘，臣现在禀报云贵两地的军务政务吧。不，哀家的慈宁宫里面从来都不听政事，我们就聊一下平时的家常吧。然后你到御书房向皇帝好好禀报吧。平西王，今日向朕禀报完之后，明日议政会议还要听你的禀报啊。这久仰圆圆姐大名，今日终于见到真人了，小婉真是荣幸。该说荣幸的应该是我。戏曲一道啊，姐姐早已过气了，妹妹的才艺名声已经超过姐姐了。圆圆姐千万别这样说。夫人请用茶，来。圆圆姐啊，谢谢。这是我的侍女扣扣，和我一起从江南过来的。你的侍女随你，也是一身灵气啊。扣扣一直以为姐姐是天底下最美的人，但没想到扣扣最近见的两位女人，竟然都能与姐姐比美。哦，还有谁敢与你家小姐比美呀？皇太后啊，皇太后若退回去20年，肯定与姐姐不分伯仲。夫人，您若退回去10年啊，那跟姐姐肯定是难判毫厘的。扣扣，不得无礼。我和圆圆姐还有话要说，你先出去吧。嗯。哎，自以为哑口利尖，会说话，挨骂了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哑口利尖，你才哑口利尖呢，还会咬人呢，白痴！太后娘娘，平西王的夫人陈圆圆正在跟董主子见面。董主子？谁是董主子？哎呦，奴才失言。你不需要怪罪自己。董鄂氏是皇帝的人，你称他为主子也没错。不过在哀家这里，这称呼就得要注意了。太后娘娘，陈圆圆正在跟董鄂氏见面，是英统领把陈圆圆带去的，也不知他们在谈些什么。两个闻名天下的歌女，又是少见的美人，自然是有说不完的话，比不完的美。随他们去吧，不需要打听他们谈些什么。哎，小婉妹妹，我们俩真是甚有缘分。这些话我一直都藏在心里面，不会向别人启齿，但今日一见到你，竟全部都说出来了。小婉也觉得和姐姐缘分极深，若姐姐不弃，小婉愿意和姐姐结为姐妹。好啊，那我们拉钩结为姐妹吧。拉钩
大捷，100年不变心。太好了，小婉以后又多了个好姐姐。是啊，我以后也多了一个好妹妹。妹妹超群绝代的武艺，我还未曾欣赏过。你愿意为我一展你的绝代才艺吗？姐姐的莺歌燕舞，小婉也想欣赏。小婉听说，姐姐所唱的《春江花月夜》，当年可是红遍江南，无人能及呢。哎呀，那都是陈年往事了。能听妹妹的《长恨歌》，那才是空前绝后呢。姐姐不仅想听你唱这首曲子，还想同妹妹一起唱《长恨歌》。那好啊，妹妹也想跟姐姐合唱《长恨歌》。这样吧，圆圆姐，我想请皇上和平西王一起来听曲儿，你觉得呢？好啊，好啊。皇上，臣的禀报便是这些了。好啊，平西王。云贵两地的情况，朕非常满意。朕想，明日你向议政会议禀报之后，议政大臣们也不会有任何异议的。好，臣将再接再厉，让皇上和朝廷安心无虑。好，参见皇上。英格尔，吴夫人和小婉谈得怎么样了？皇上，董主子和吴夫人可是相见恨晚，相谈欢甚啊！他们2人还要唱唱自己的手拿戏好。董主子让奴才过来问问皇上，是否愿意和平西王一起去听他们唱曲儿啊？那是必然的。走。啊，对了，朕突然有个想法。英格尔，你带着平西王先去吧。朕想请皇额娘也去听听戏。皇帝想请额娘去董鄂氏那里听戏。皇帝自己去便是，怎会想到请额娘也去？皇额娘，这可是儿子的一片孝心呢。小婉跟陈圆圆同台竞戏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！再说了，皇额娘您平日里不也喜欢听戏吗？时不时的还请一些戏班子进宫来给您献唱。儿子是想啊，像这么好的机会，皇额娘一定要去饱饱耳福，顺便啊，再给他们做番评点。这件事还真的令额娘有点意外。皇额娘，您要是不愿意出宫，那儿子把他们2个请到这儿来，给您献唱。额娘明白皇帝的意思了。皇帝是因为额娘请董小宛出宫，想找点回补。儿子不敢。儿子以为小婉出宫是对皇额娘极大的孝顺，请皇额娘去听戏是儿子的一片孝心。儿子想跟皇额娘同赏同乐嘛。请额娘去听戏这件事，是不是董小宛的意思？他完全不知情。他怎么会想到皇额娘会去听他唱戏啊？不过皇娘，您要是真肯赏脸去听他唱戏，那他一定会欣喜之极的。皇上一片孝心，姑姑便去吧。苏娜也想沾光去看看呢。皇帝呀，可真会出考题。额娘不去呢，又不知怎么对待皇帝的孝心；额娘去了呢，又不知道议政大臣和后宫嫔妃们会怎么想。啊，算了，看在皇帝这番话的份上，这场戏是不能不去了。但是要听，自然是不能在慈宁宫听了。皇帝，走吧，额娘跟你去听戏。儿子，谢谢。皇额娘。走。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。炎炎随波千万里，何处春江无月明？
转，绕芳甸，月照华丽几丝线，空里流霜不知飞。皇额娘，今日还算尽兴吧？额娘高兴。这二人不愧是江南七艳和八艳。淑妃，你说皇额娘究竟是怎么想的，居然跑到董小宛那儿听戏去了？臣妾也实在弄不明白。臣妾一接到消息，赶紧过来禀报。听看到的人说，皇额娘是同皇上一道出宫去的，想来定是皇上软磨硬泡，非要皇额娘给董小宛这个面子。给个面子？皇额娘给董小宛面子，岂不是打了本宫一个耳光？本宫可是费尽心思才将董小宛逐出宫去的。这兴许，皇额娘也是被皇上磨得没有法子了。没有法子？皇额娘是什么人呢？她能没有法子吗？她大可随便找个理由，说身子不舒服，或者说去了之后，朝廷和后宫会反响很大。总之，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了。说来也是，皇额娘若真不想见董小宛，这理由是不难找的。淑妃啊，你可知道，本宫好不容易将董小宛逐出了宫，反倒让皇额娘训斥了一顿。本宫这心里真是窝火，皇额娘真是难伺候。娘娘，这话可千万说不得。娘娘怎么能对太后娘娘心存怨气？本宫是不该有怨气，皇额娘真心对本宫好。就是那董小宛一进宫，本宫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。皇额娘，他们二人且歌且舞，你认为水准如何？要说这水准，自然是无人能及了。不过以额娘看，《长恨歌》本身也是写得极好，极有意思。后世君王当引为戒，引为训呐。皇额娘说的没错，不过儿子绝非唐玄宗，小婉她也绝非杨玉环。珠儿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姐姐，皇额娘居然会去听董小宛唱曲儿，这是何意呀？我们的皇额娘啊，她的心思岂是一般人能猜得透的？不过她这一去可不妙啊。如今皇上夜夜出宫宠幸那个小贱人，皇上以后要常驻宫外了。姐姐，这种局面哪行啊？我们必须要把皇上从董小宛身边拉回来。妹妹，姐姐和你的想法一样，咱们还要惩治董小宛。你现在去皇后娘娘那里点火，让皇后娘娘带头，再去给那董小宛点颜色瞧瞧。
姐姐，果真妹妹，妹妹怎么出宫来了？会不会有什么麻烦呢？妹妹不怕，妹妹怕姐姐寂寞，妹妹在宫里也闷，就想着来看看姐姐。姐姐真是服了你了。可可，主子，这是我的贴身侍女云儿，以后你们就以姐妹相称吧。姐姐，听皇上说，姐姐的歌舞技艺可是天下无双，妹妹可还没有见过姐姐跳舞唱歌呢。姐姐也听皇上说，妹妹的歌舞是好的不得了。姐姐，要说这跳舞唱歌呢，妹妹自然是喜欢的不得了。在姐姐没有进宫之前呀，妹妹的歌舞也算这后宫里跳的最好的了。但是现在在姐姐的面前，妹妹就只有敬仰学习的份儿了。妹妹千万不要说什么敬仰学习之类的话。再说，我们跳的舞是不一样的，妹妹跳的是满蒙舞蹈，姐姐跳的是汉人舞蹈。这要说学习的话，我们只能说是互相学习。不，妹妹应该向姐姐学习。哎，姐姐，你看今天天气这么好，不如我们去跳舞唱歌怎么样？静妃娘娘这提议真的好，姐姐，咱们就答应静妃娘娘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好好比划比划，切磋切磋。太好了，早就想看到姐姐一展舞姿了。妹妹，我们一起跳吧。姐姐先跳吧。好，那就我先跳。那跳什么好呢？姐姐跳得真好。妹妹，该你跳了。我也跳啊。好好跳。
姐姐，妹妹跳的真是好极了，姐姐也跳得好。那我们一起跳。太美了。皇后娘娘驾到！姐姐，让我们一起来这里，不允许说话的吗？倘若不让说话，主子，臣妾想为这一个耳光讨个说法。说法本宫自会给你。你是贵妃吗？这个耳光是为你方才同本宫说话顶嘴，也为昨日和以前你对本宫不敬。不过真正的原因是近2个月前就在那南苑，你设计陷害本宫，害得本宫差点被废。聪明大度的兰贵妃，你觉得本宫这个解释还满意吗？臣妾听明白了，非常满意。苏尔娜，本宫今天设局让你来到这里，就是让你来发飙的。你就闹吧，闹得越大越好。本宫知道，有人呐，做梦都盼着本宫被废，想报本宫的仇，实现自己的野心。可是他们忘了，本宫可是皇额娘的人，皇额娘是绝对不允许本宫被废的。那些个盼着本宫被废的人，也不用镜子照照，真是痴心妄想。董小婉，方才本宫对兰贵妃的惩罚，也算是给你报了仇吧。那次，她诱骗本宫口欲陷害本宫，也差点害你丢了小命。本宫为你深冤雪恨，你是否应该感激本宫呢？回皇后娘娘的话，小婉并不想看到大家冤冤相报，你争我斗。你有点不识抬举啊。不过你是汉人，本宫是不会怪你的。本宫只希望方才的情形能够给你留下深刻印象，明白这满人该有的规矩。小婉对皇后娘娘的谆谆教诲，会终生记住的。那便好。董小婉，如今本宫跟你说正题吧。你现在出宫住在宫外，却还是如此不安分，不但勾引的皇上天天往这里跑，就连皇额娘也被皇上一再劝说到你这里来听曲。今天本宫过来，就是想要看看到底是怎样的狐媚，
竟能如此勾引皇上。皇后娘娘，小婉并不是你说的什么狐媚女子，小婉也没有勾引皇上，皇上来小婉这儿是皇上自己愿意。小婉区区一小女子，怎能决定圣意？还望娘娘不要污蔑小婉。你竟然敢说本宫污蔑你，在众人面前质疑本宫，你真是个贱人。实话告诉你，本宫今天带众妃来此，就是来教训你这个小贱人。你说你是不是贱人？董姐姐，董姐姐千万不要害怕。若是有人动你，皇上知道了，绝对不会轻饶的。妹妹放心，姐姐问心无愧，怎么会害怕呢？果真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鼓动这个汉女与本宫对抗！上次你拒绝签名，已经犯了大过，今日又鼓动她对抗本宫。如今本宫给你一个机会，你与董小婉不是好姐妹吗？本宫要你亲手杖责这个贱人，若办不了此事，本宫便要好好的赏你20大棍，打残了你这双喜欢跳舞的腿。皇后娘娘，臣妾绝不会杖责董姐姐的。臣妾觉得，董姐姐并非皇后口中所说，董姐姐是个善良的人。果真你好大胆子，竟敢教训本宫！你若不打董小婉，本宫先打断你的腿，再打断她的腿，看你还怎么放肆！皇后娘娘，你要是敢打董姐姐的话，等皇上回来，会替董姐姐做主的。哼，果真，你是在威胁本宫吗？还是你想告诉本宫，皇上会为你们做主的？你个小贱人，你以为本宫打了你们2个皇上宠爱的女人，皇上会再度停了本宫的中宫监表，甚至废了本宫的后位？哼！本宫还想告诉那些和你有一样想法的人，皇上刚刚恢复本宫的中宫监表，至少在1年内，皇上不可再停本宫监表的。本宫再告诉你们，若是皇上有废后的心思，皇额娘那里也是万万不许的。本宫是为皇额娘办事，为皇额娘分忧，所以本宫大可动用中宫监表。哼，谁若敢与本宫作对，本宫先拿他开刀。皇后娘娘，臣妾突然想起3阿哥今天……德妃，又怕见血，又想中途退出了？德妃，你最好给本宫乖乖的坐下，别以为仗着你有3阿哥，本宫就不敢教训你。今儿你若敢走，本宫便拿你开刀。果真，跪下！本宫再问你一次，愿不愿意亲手打董小婉？果真不会打的。果真不可违了皇上的心意。好啊，如今你仗着皇上的宠爱，已经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本宫记着你还欠本宫2记耳光，现在本宫就赏给你。
皇后娘娘，静妃娘娘是小婉的客人，您不能打她。你们听见他说什么了吗？说静妃是他的客人，本宫不能打她。简直是要笑死本宫了。皇后娘娘，这汉女已经忘了自己身在何处了。董小婉啊，董小婉，你可真没拿自己当外人呢。本宫现在就要让你好好看清楚，本宫是怎么打残他这双爱跳舞的腿。来人呐，把这个小贱人跟本宫拖出去，狠狠地打他20大棍，不准打死，但一定要打残。本宫不想再看他跳舞，不能妩媚皇上。拖出去！你们不能打她，姐姐，董姐姐，妹妹，姐姐，妹妹，姐姐，放手，放手，妹妹，董姐妹妹，你们不能打她，放开她，妹妹，董姐姐，妹妹，你们不能打她，董姐姐，妹妹，董姐姐，妹妹。皇后娘娘，不能打她，给本宫狠狠地打！果真妹妹，果真妹妹，董姐姐，你不要管我，你不可因为我而获罪。不要打他，妹妹，妹妹，果真妹妹，董姐姐。姐姐，你不要管我！皇后娘娘，停！小婉是个贱人。刘公公，奴才在。你可听清董小婉说什么了吧？奴才听清了。诸位妹妹，回宫吧。皇后娘娘摆驾回宫。今日之事，谁要敢说出去半个字，本宫绝不轻饶。我真妹妹，董姐姐，我真妹妹。索尔纳今日毒打果真，羞辱董小婉，是太后娘娘指使的。董小婉，你真不该进入这深宫啊！此事万万不可让皇上知道，否则皇上和太后娘娘又要起冲突了。皇上，时辰不早了。这些是吴三桂呈交上来的云贵两地军情和政务奏章。朕要看完再歇息。朕要看看这个吴三桂，他报上来的情况，跟朕得到的密报是否一致。皇上已经看了许多了，下午又听了吴三桂的面禀。皇上觉得这个吴三桂是否有问题？
目前看来，朕听到和看到的都是属实的，并没有发现任何隐瞒朝廷的现象。万岁爷，江南总督鄂硕800里加急密折送到。皇上，什么事啊？密折上说，吴三桂在江南的时候，与天地会贼首陈近南有过密谈。刘光彩，备驾，朕要去慈宁宫。这。对了，马上传洪承畴进宫，朕要见他。这。启奏皇上，臣对平西王深夜外出有所疑惑，但又不能查实他究竟外出何为。翌日，臣在其所去之处抓到一天地会毛贼，并对其连夜审讯。招不招？我招！就是这儿。搜！快！仔细搜查。抓！大人，大人，那个人撞死了。洪承畴，你对这件事有何看法？回太后娘娘，这件事情实在太大，臣一时之间还没有注意啊。洪师傅，在您来之前，朕与皇额娘已经议了一此事。首先，鄂硕亲王这份密奏，到底有几分可信？再说，吴三桂怎么会跟天地会有勾结呢？若真有勾结，那岂不是真要反我大清？回皇上，臣以为江南总督的这份密奏是可信的。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他怎么敢密奏给皇上？这份密奏里说，总督府有人在头一天的晚上，看见吴三桂深夜领着20个亲兵神秘外出，但在第2日清晨，鄂硕将军送别吴三桂的时候，吴三桂的话语当中有表明，在头天晚上根本没有外出，这就说明吴三桂外出的目的一定是难以启齿见人。这些情况，臣也都认为是真实的。那这件事情，朕可就真闹不明白了。今儿朕与吴三桂好好的谈了一个下午，晚上朕又仔仔细细的看了吴三桂的奏折。皇娘，朕真的没有看出吴三桂他有谋反之意。莫非吴三桂真是老奸巨猾？他是在欺骗朕。皇上，如果吴三桂真的有意欺瞒皇上，那就证明他的确是有蓄意谋反之心。但是依臣所见，仅凭江南总督的这份密奏，还不足以下这样的定论。站住！站住！干什么的？哈，给你们家简亲王送信的，告诉你们家王爷，在信上有重要内容。阿玛，明天我们在议政会议上当面质问吴三桂，
只要他承认了与陈近南见过面，我们就将他抓起来问罪。阿玛是在想，这件事是否要禀报皇上跟太后呢？不可报阿玛。皇上对儿子成见颇深，本来在剪除三藩的问题上，儿子跟皇上就发生过冲突。现如今，我们只能拿事情的真相说话，让皇上承认自己错了。只要吴三桂在明天的议政会议上说不出个缘由，我们便把他抓起来，迫使皇上下旨清除三藩。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，我们对吴三桂不可以表露出任何怀疑，以免造成冤案。如果在吴三桂身上发生了冤案，那可不得了。洪承畴，你有何要说？归于太后娘娘，吴三桂手上的20几万子弟兵，只听他一人号令。如果吴三桂蒙冤，这20几万大军定会哗变闹事啊！皇娘，我们在谈的是吴三桂是否被冤枉。如果他不被冤枉，他真有谋反之心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如果他真有谋反之心，当然得杀无赦。同时，朝廷得准备作战，消灭反叛军队。王爷，您是说陈近南他可能设了反间计，想让朝廷来疑祭王爷？不怕意外，就怕万一呀。哎，国主，万一出现什么不测，你带一批人冲出去，回云南报信。王爷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找一些最好的马匹和最好的精兵，他们休想追得上。假如朝廷来解除武装，你们千万不能抵抗。本王可不想背上一个反叛的罪名。王爷放心，如有意外，绝不抵抗。假如真有什么不幸发生，本王的命可就在你们身上了。不过，只要云南20万大军得到信报，朝廷便不会轻易对我下手。平西王吴三桂向各位议政会议的王爷大人禀报：平西王吴三桂于数月前率麾下10万大军，在云缅交界处大战前明余孽朱由榔8万残部，我部大捷，斩敌首级56729人，俘敌16873人。各位王爷大人，这就是云南的政务和军务。本官汇报完了。本王想先请教平西王一事。见亲王，有什么问题，尽管赐问，本官当知无不言。好，本王想知道，你在离开江宁城的前一天晚上，是否与天地会的贼首陈近南见过面？你们见了面，又谈了些什么？什么？平西王在江南与贼首陈近南见面密谈，这还了得吗？哎，见亲王，你从何处得来的消息啊？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啊？本王是从江南得来的密报。本王有几个家丁，在江南总督府任差。吴三桂，本王等着你回话呢。你与陈近南是否见过面？吴三桂，这里是议政会议，如果你敢有不实之词，那就是欺骗朝廷之罪。娘的，最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。这是议政会议，有问必答。既然简亲王得到了密报，那皇上也应该得到了密报了。各位王爷大人，本官在江南之时，确实与陈近南见过面，可是那是另有隐情，容本官向各位大人解释。吴三桂，你竟敢跟贼首陈近南见面，你可知你犯的是什么罪？死罪！来啊！在。
各位大人，如果不问缘由，先将平西王捉拿，实属不妥。下官认为，先禀报皇上为宜。退下。你，洪大人，这是议政会议，有权先抓人，再禀报皇上。来啊，把吴三桂抓起来！是。各位大人，各位大人，各位大人，容我解释啊！各位王爷大人，容我解释啊！王爷，王爷，放肆！这里是皇宫，不可妄动，退下。就走。你们不是在听吴三桂禀报云贵两地军政之事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完了？回皇上的话，臣刚刚得知，吴三桂在江南之时，曾与贼首陈近南见面密谈，这可是逆天的大罪。臣等已将其拿下，送进了刑部大牢。皇上，这件事，简亲王是立了大功的，是简亲王得到讯息，臣等特来禀报皇上，令皇上旨意。你们把吴三桂给抓了？啊？都抓了，还要朕什么旨意啊？皇上，臣曾经竭力阻拦，但是阻拦不住啊！皇上，吴三桂私通反清复明的陈近南，这可是死罪啊！臣恳请皇上下旨，杀了吴三桂。鳌拜呀，鳌拜，你就知道杀杀杀！吴三桂统领着20几万大军，又是平西王，岂能说杀就杀？皇上，皇上不可以如此软弱。吴三桂谋反的证据已经大白天下，皇上应该想如何剪除三藩。为何竟然害怕吴三桂的20几万人马？朕不怕，朕什么都不怕。季度，朕有一事不明，你知道消息后为什么不来告诉朕、禀报朕，而是先抓后奏，让这件事情弄得如此之尴尬？季度，皇上，吴三桂跟陈近南见面的事，可有人奏报皇上？当然，有人奏报于朕，只是朕觉得很奇怪。朕也是昨天夜里才得到江南总督鄂硕的密奏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回禀皇上，臣有几个家丁在江南总督府任职，消息是他们传回来的。哼！哈哈哈哈！吴三桂被抓了，妙，真是太妙了！总督主的反间计成功了。宋川，你说，倾听下一步，他要做什么？他们最怕什么？他们最怕吴三桂的人回云南报信。那咱们该怎么办？属下明白，属下立即去办此事。好，去吧。鄂硕的密折只奏报了他2人密会，还不能断定他就是蓄意谋反。朕本来想暗查此事，现在事已至此，也只能明审了。现在当务之急，吴三桂被抓的消息绝不能传到云南去。这京城郊外还驻扎着吴三桂的1000亲兵呢。鳌拜，臣在。朕现在令你立刻率5000精兵到城外吴三桂的亲兵驻地，将他们的武器全部缴纳，严加看守。皇上，如果吴三桂的亲兵反抗，那臣该如何处置啊？不到万不得已，不得诛杀。
鳌拜，朕再给你一道口谕。皇上，朕让他们放下武器，告诉他们，平西王吴三桂之事还在审查之中，他的罪名尚未坐实。如果他们敢与朝廷的军队反抗，那就说明他们已经帮吴三桂坐实了谋反之罪。臣领旨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另外，洪承畴与吴三桂的部将较熟，这样吧，洪承畴同鳌拜一道前往。这。站住！什么人？送信的，平西王被朝廷抓获，即将斩首。撤！胡将军，外面有人送信，说王爷被抓了。什么信？去，马上把各营镖统都给我叫来。是。夫人，你们是谁啊？这里是平西王的宅院，怎么能随便的闯进来？我们是简亲王季度派来的。季度？他想干什么？平西王勾结陈近南，蓄意谋反，请夫人前往议政会议接受审讯。夫人，请吧。